番薯叶另外一种品种，这个也是叶子做蔬菜的番薯叶，煮好它，用果汁机打加豆浆哦，说可以帮助那个胃癌症患者，可以帮助癌症患者。你看番薯叶哦，煮熟打，用果汁机打浆，到底有没有煮熟？可能是没有煮熟的。再加上那个豆浆来喝，就可以帮助那个癌症患者，胃癌的癌症患者吃那个番薯叶打浆哦，打成果汁打浆啊。番薯叶不是果汁的，打成浆，然后加豆浆来喝，有饱足感，有纤维，还有帮助癌症患者呢。番薯叶这么好，这个也是番薯叶。这个也是番薯叶，这个是食用种类的番薯叶。